新義安總教頭蘇龍暴打陳慧敏，篡位龍頭失敗後，結局如何？新義安嘅總教頭蘇龍係香港黑道江湖入面數一數二打得嘅猛人，曾經暴打以能打聞名嘅陳慧敏，喺佢嘅教導之下出咗好多稱霸一方嘅江湖猛人。80年代尾，蘇龍覺得自己勢力越嚟越大，開始萌生篡位嘅念頭。雖然最終篡位失敗，但蘇龍仍然能夠全身而退。呢段經歷都係一段江湖傳奇。蘇龍1944年喺廣東海豐出世，原名叫蘇世龍，後嚟覺得個名太長，乾脆改名叫蘇龍。1958年，蘇龍嘅父母帶住14歲嘅蘇龍移居香港。嗰陣九龍城寨係個三不管地帶，係非法移民嘅落腳點。蘇龍一家就喺呢度安頓落嚟。九龍城寨唔單止係個貧民窟，入面仲烏煙瘴氣，係黑道勢力嘅溫床。三教九流，龍蛇混雜，有賭檔、粉檔，種種非法生意。普通人喺度揾到溫飽已經唔錯，要發達就更加困難。蘇龍啱啱到香港就出去揾錢補貼家用，因為細個屋企窮，加上長期營養不良，蘇龍生得瘦猛猛，唔夠力。本嚟諗住去碼頭做咕喱，但實在做唔到，只能夠喺街頭擺攤賣糕點，但生意唔好做。九龍城寨唔缺游手好閒嘅古惑仔，見到蘇龍弱不禁風，就上前蝦佢。蘇龍雖然學過啲功夫，但只係花架子，冇實戰能力，結果俾人打到趴喺笪地度。受辱之後，蘇龍抹乾眼淚，心入面決定要學真本事，有朝一日出人頭地。1962年，18歲嘅蘇龍喺糖水鋪打工嗰陣，遇到附近拳館嘅師傅，開始學少林南拳。比起以前嘅花架子，南拳更加講究實戰。一年又一年過去，蘇龍已經唔係當初嗰個弱不禁風嘅細路仔，變成咗一個精壯嘅年輕人。蘇龍嘅工作換咗好多次，始終喺社會底層摸爬滾打，冇咩出頭之日。但唯一冇變嘅就係佢嘅堅持練武。28歲嗰年，蘇龍迎嚟咗人生嘅轉折點。嗰一年，蘇龍識咗解元。解元係一位馬來拳師，手上真係有功夫，擅長泰拳。解元嘅拳風剛猛直接，泰拳嘅實戰性非常之強。蘇龍第一次睇解元打拳就覺得好震撼。佢覺得自己以前學嘅南拳雖然有基礎，但距離真正嘅實戰仲有一段好長嘅路要走。於是蘇龍拜咗解元為師，開始認真學習泰拳。蘇龍每日同解元訓練。泰拳講究嘅係力量同速度嘅結合，踢、打、膝、走嘅每一個動作都要精準到位。蘇龍將自己學咗10幾年嘅南拳同泰拳結合起身，經過苦練，佢嘅武藝突飛猛進，拳法、腳法、步伐全部練到爐火純青。唔單止係力量增強，佢嘅反應速度同耐力都大幅度提高。呢種轉變令蘇龍信心倍增。喺解元嘅教導之下，蘇龍開始喺擂台上參賽，屢戰屢勝，漸漸喺江湖中嶄露頭角。蘇龍唔單止喺擂台上打出咗名聲，仲同好多江湖中人建立起關係。佢開始意識到喺江湖中實力固然重要，但人脈同關係亦都唔可以忽視。每次擂台賽結束之後，蘇龍都會主動同其他參賽者交流，了解佢哋嘅經驗同技巧，逐漸擴展自己嘅人脈。同一年，蘇龍加入咗新義安，靠住自己打得嘅實力，成為咗新義安嘅紅軍。嗰時社團之間經常發生摩擦，馬仔出街經常遇到埋伏。有一晚，蘇龍經過一條巷仔，突然俾10幾個手持大斬刀嘅馬仔圍住。蘇龍毫無懼色，直接衝到前面，用一招飛膝撞向最前面嘅人。喺狹窄嘅巷道中，對方根本避無可避，當場就被擊倒。後面嘅馬仔見狀追咗上嚟，
蘇龍又用鱷魚擺尾踢飛咗兩個對手，對方見形勢唔啱，只好慌失失咁走咗。呢場硬仗之後，蘇龍嘅名聲開始喺圈內傳開，越嚟越多嘅江湖中人對佢表示敬佩。70年代尾，蘇龍開設咗自己嘅拳館，好多江湖猛人慕名而嚟，短短幾年內就有上千人拜師。拳館唔單止係蘇龍傳授武藝嘅地方，仲係佢建立自己勢力嘅地方。呢度成為咗佢喺江湖上站穩腳跟嘅基礎。蘇龍喺拳館唔單止教徒弟打拳，仲教佢哋點樣喺江湖中生存。佢經常對徒弟講：喺江湖度唔單止要有力，仲要有腦，冇腦嘅人遲早都會被淘汰。啲徒弟對蘇龍又驚又敬，因為蘇龍唔單止係教頭，仲係佢哋嘅保護傘。凡係蘇龍門下嘅徒弟喺江湖中都唔會俾人睇衰。80年代初，新義安唔少出名嘅猛人都係蘇龍嘅徒弟，其中陳志明原嚟學跆拳道，但跆拳道實戰性唔高，再加上陳志明性格暴躁，喺跆拳道上冇咩建樹。經過蘇龍指點，改學泰拳，喺澳門擂台上打敗澳門拳王，名聲大噪。灣仔之虎陳耀興早年係泊車仔嘅小弟，喺蘇龍教導下，武藝大增，成為灣仔有名嘅猛人。杜聯信本嚟喺白鶴派學拳，屢戰屢敗，後嚟喺蘇龍嘅建議下改學泰拳，學成之後揾翻當年打贏自己嘅對手，一個一個擊敗，最終上位成為尖東之虎。新義安出咗唔少猛人，例如尖東之虎杜聯信、灣仔之虎陳耀興、鬼添李玉添等，都曾經喺蘇龍門下學拳，甚至連其他社團嘅人都會揾蘇龍學藝。比如和勝和嘅前坐館陳安，蘇龍喺電影圈入面都有唔少徒弟，例如周星馳、盧衛光、劉德華等。由於蘇龍喺新義安培養出大批打手，被人稱為新義安總教頭，亦因為佢將泰拳發揚光大，所以被稱為泰拳之父。香港電影圈一直流傳一句話：腳有盧衛光，拳有陳慧敏。陳慧敏當時係14K 社團嘅雙花紅棍，喺江湖上地位好高。14K 喺60年代就係香港第一大幫派，而新義安喺70年代迅速崛起，有挑戰14K 地位嘅勢頭。兩個幫派之間不斷明爭暗鬥。蘇龍嘅徒弟陳志明有癲狗之稱，喺澳門擂台上大展神威之後，曾經當場挑戰陳慧敏，話要同佢打一場。陳慧敏連續2屆獲得拳賽冠軍，見陳志明挑釁，不以為意，但佢話要打就叫你師父蘇龍嚟同我打。呢句話傳到蘇龍耳中，蘇龍覺得係對佢嘅挑釁。1984年，蘇龍同陳慧敏喺富都夜總會嘅洗手間相遇，兩個心入面都記住陳志明嗰件事。蘇龍當場就要求切磋，但陳慧敏唔想惹事，轉身就走。蘇龍以為陳慧敏唔敢應戰，覺得自己被羞辱，順手拎起一個煙灰缸就掟過去。陳慧敏避開之後就好嬲，兩個人就開始喐手。蘇龍出手又快又猛，陳慧敏亦都不甘示弱，兩人拳嚟腳往，動作快到好似閃電咁，冇一陣就打到難分難解。當時陳慧敏帶住肚嘅老婆喺度，見到丈夫受傷，衝埋去阻止。混亂之中，陳慧敏嘅老婆唔小心俾蘇龍誤傷，肚入面嘅細路因此流產。呢件事令陳慧敏對蘇龍結下深仇大恨，開始對蘇龍展開一系列反擊，蘇龍被逼逃離香港。後嚟新義安嘅拐杖李玉添為咗幫蘇龍出氣，帶住大斬刀喺尖東伏擊陳慧敏。當時陳慧敏飲醉酒，被斬咗4刀，雖然冇生命危險，但受傷嚴重。眼見兩幫之間嘅衝突越演越烈，新義安龍頭向華嚴出面約咗14K 嘅高層陳清華調停。蘇龍最終向陳慧敏道歉，
並賠償咗一筆巨款，呢件事先告一段落。喺蘇龍逃離香港嘅日子入面，佢曾經喺東南亞各地漂泊，嘗試去揾自己嘅新方向。佢一方面避免同陳維敏正面對抗，另一方面繼續研習泰拳，並且將泰拳帶到當地嘅拳館。東南亞地區拳擊文化盛行，蘇龍借住自己嘅名氣，成為咗當地拳壇嘅教練。雖然唔再係新義安嘅高層，但蘇龍喺東南亞一帶仍然建立起自己嘅影響力。蘇龍喺泰國生活期間，結識咗一名當地嘅泰拳高手巴差。巴差係泰拳界非常有名嘅人物，佢嘅力量同技巧令蘇龍佩服得五體投地。兩個人經常一齊練功，互相切磋。巴差教咗蘇龍好多關於泰拳嘅奧秘，令蘇龍嘅功夫更上一層樓。蘇龍形容巴差係佢一生中最重要嘅導師之一，亦都係喺巴差身上，蘇龍重新揾到咗自己作為武者嘅方向。蘇龍漂泊幾年之後，慢慢覺得厭倦，開始諗住返香港。1987年，新義安爆發龍頭案，龍頭向華嚴等一眾高層被捕，社團內部權力出現真空，蘇龍嘅門生佔據咗社團一半勢力。蘇龍覺得機會嚟到，於是決定重返香港，企圖通過門生嘅力量奪取新義安嘅龍頭之位。蘇龍同門生陳志明等人商議，決定先試探龍頭家族嘅底線。佢哋故意喺新義安嘅地盤上鬧事、搞破壞，甚至搶奪其他堂口嘅利益。結果向家嘅二路元帥向華波發現蘇龍越嚟越囂張，帶人去蘇龍拳館教訓咗蘇龍一餐。蘇龍受傷之後，決定提前發動篡位計劃。蘇龍喺醫院吩咐杜聯信對向華波落手，杜聯信帶人喺澳門伏擊向華波，將佢斬成重傷。同時，蘇龍嘅門生陳志明仲試圖挖走向華強旗下嘅明星周星馳，甚至帶住 AK-47去永盛公司示威，搞到新義安龍頭家族人心惶惶。向家當然唔會坐以待斃，決定反擊。向華強聯同新義安大總管林景，將蘇龍嘅勢力逐一瓦解，先拉攏蘇龍手下最強嘅尖東府中府黃俊，令其倒戈相向，再對蘇龍展開反擊。最終蘇龍手下勢力被剷除，篡位計劃失敗。原本蘇龍可能會為自己嘅野心付出生命代價，但最終喺黃俊嘅斡旋之下，蘇龍得以全身而退。不過必須退出江湖。自此之後，蘇龍專心教拳，唔再參與江湖恩怨。佢重新開設咗拳館，收咗一批新徒弟，專心推廣泰拳，並且致力於將泰拳與其他武術結合，希望能夠培養出一批真正嘅全能武者。如今接近80歲嘅蘇龍依然健朗，繼續專注於泰拳嘅推廣事業，同昔日嘅徒弟鬼添繼續活躍喺武術界。兩人一齊開辦泰拳培訓班，將泰拳文化帶俾更多年輕一代。蘇龍仲會時不時受邀去世界各地參加武術交流活動，佢已經成為咗泰拳界嘅傳奇人物。蘇龍嘅一生充滿傳奇，雖然未能成為龍頭，但佢培養嘅徒弟遍佈江湖，佢嘅名依然被人們所敬仰。佢嘅故事係一段關於奮鬥、失落與重新起航嘅江湖傳奇。無論喺江湖中嘅輝煌歲月，定係隱退之後嘅平淡生活，蘇龍都以自己嘅方式活出咗一個武者應有嘅堅持與尊嚴。